我在加拿大學習期間遇到過2次募捐，那情景至今使我難以忘懷。一天，我在渥太華街上被2個男孩子攔住去路，他們10來歲，穿得整整齊齊，每人頭上戴着一頂做工精巧、色彩鮮艷的紫帽，上面寫着為幫助患小兒麻痹的夥伴募捐。其中一個不由分說就坐在小凳子上，給我擦起皮鞋來。另一個則彬彬有禮地發問：小姐，你是哪國人？喜歡渥太華嗎？小姐，在你們國家有沒有小孩兒患小兒麻痹？誰給他們醫療費？一連串的問題使我這個有生以來頭一次在眾目睽睽之下讓別人擦皮鞋的異鄉人，從近乎狼狽的困態中解脫出來。我們像朋友一樣聊起天來。幾個月之後，也是在街上，一些十字路口處或車站都坐着幾位老人，他們滿頭銀髮，身穿各種老式軍裝，上面掛滿了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徽章、獎章，每人手捧一大束鮮花，有水仙、石竹、玫瑰和叫不出名字的，一式說吧。匆匆過路的行人紛紛止步，把錢投進這些老人身旁的白色木箱裏，然後向他們微微鞠躬，再從他們手中接過一朵花。看了一會兒，有人投1兩元，有人投幾百元，還有人掏出支票，填好後投進木箱。那些老軍人毫不注意人們捐多少錢，一直不停地向人們低聲道謝。同行的朋友告訴我，這每年1次的募捐是為了紀念2次大戰中參戰的勇士，得到的善款會用來救濟殘障軍人和烈士遺孀。認捐的人相當踴躍，而且秩序整然，氣氛莊嚴。有些地方人們還耐心地排着隊捐款。我想這是因為他們都知道，正是這些老人們的流血犧牲換來了人們今日擁有的許許多多的幸福。我2次把那微不足道的一點錢交給他們，只想對他們說聲謝謝。